又係到我是班中的主角嘅時候啦。今次嘅班中主角呢，唔係學生喎，係我哋嘅老師。今次我哋配合家長也敬師嘅活動呢，聽下家長呢點樣欣賞我哋嘅老師喎。你哋想知唔知道家長呢最欣賞我哋老師啲咩呢？不如我哋一齊嚟聽下啦。5A 班馬迎希同埋4A 班馬迎森嘅家長想多謝涂校長對校園嘅精心管理同埋遠見嘅卓識，營造出良好嘅學習氛圍。你嘅領導令到每個學生喺呢度都可以追求到自己嘅夢想，成長為更好嘅自己。5A 班李月軒家長想多謝李副校長喺月軒學習過程中俾到嘅一切嘅幫助同關懷，佢越嚟越鍾意主動學習同埋思考，都係因為同你嘅教導呢密切相關。5A 班陳希晴家長想多謝何助校盡全力俾到每個學生關懷同教導，同埋好開心愉快嘅學習環境，令到希晴可以專心盡情學習，有所進步。多謝你。5B 班余千柔家長欣賞黃寶儀主任，感謝你不辭勞苦教導中文，每天嘅預默令到女兒嘅認字程度進步不少。就連千柔亦都話必須感謝你教導佢中文，想必係有愉快嘅中文課堂吧。6D 班米瑞琪嘅家長欣賞周志文主任，感謝你對待學生如春風般溫柔細膩，每次聽到孩子講起你，佢都會笑得好開心，就知道背後有你嘅支持同埋教育，感恩有你。辛苦啦。3A 班古俊賢嘅家長欣賞 Miss Kwok 郭雅琳主任，感謝你帶領小朋友參加英語音樂劇，使佢哋多接觸英語，亦能夠擴闊視野、增廣見聞，提高學習英語嘅興趣。1B 班郭浩希家長想同顏晶晶主任講，喺浩希升讀小一至到而家，你嘅悉心教導令到浩希喺學習英文上面有好大嘅進步。多謝你喺當我有問題嘅時候，你都耐心聆聽同埋幫我解決困難。感謝你，祝老師身體健康。6B 班范欣希嘅家長欣賞鄧慧寧主任，感謝你用心嘅教導，謝謝你。亦都感謝你喺成長歷程中一直陪伴住我，給予我好大嘅幫助同埋莫大嘅信心。6A 班葉子倫嘅家長欣賞周竹興主任，感謝你一直以來對子倫嘅關心同照顧，你每次都用鼓勵嘅方式同態度給予子倫，甚至係我哋家長好大嘅信心，讓子倫越來越自信。3B 班張想睿家長想同梁澤豪主任講，多謝你對想睿嘅耐心教學同埋引導，令到佢可以克服困難同埋提升成績。5C 班 William 想同廖順生主任講 ，Thank you for making William's learning journey so joyful and enriching. Your guidance has helped him gain extensive extracurricular knowledge and grow significantly. Thanks a lot. 5D 班鄺元希家長想同呂翠珍老師講，多謝你照顧同埋細心咁樣教導元希，令到佢可以喺友善同埋包容嘅環境底下愉快學習。6C 班蘇善央家長想同陳佩玲老師講，喺學校裏邊好彩善央有你嘅教導下，佢愉快健康咁樣成長。作為家長嘅我，衷心祝福你萬事如意，全家幸福。4A 班車柏軒同學嘅家長想同廖以山老師講，多謝你非常有愛心同埋耐心咁樣教導柏軒，從佢口中知道你係佢最中意嘅老師，唔會隨便鬧同學，而且上堂生動有趣，小朋友更加有學習動機。3C 班羅曉晨家長想欣賞李志文老師對曉晨嘅照顧，令到佢女兒可以開心愉快咁適應到新嘅環境。平時放學返到屋企阿女都經常提起你㗎，多謝你啊！1A 班羅瑞俊嘅家長想多謝何巧如老師，令我可以培養到佢閱讀嘅圖書嘅興趣，仲時常解釋同埋分享啊。
呢張係1A 優葉星家長寫俾郭嘉瑜老師嘅，咁佢就好多謝嘉瑜老師喺呢幾個月教導星星啦，令到佢慢慢進步，亦都令到佢慢慢自律咗好多，教導咗星星好多唔同嘅語文知識，多謝你。跟住係1B 魏思旭家長寫俾郭若君老師嘅，咁佢就好多謝郭老師認真咁樣教導思旭啦，令到佢盡快適應咗香港嘅生活同埋小學嘅學習，並且可以喺呢次考試入面呢攞到令人滿意嘅成績，咁樣都離唔開你平日辛勤嘅付出。跟住係2A 班劉旭晨家長寫俾駱永文老師嘅，咁好多謝你對於孩子喺學業上面嘅鼓勵同埋關心啦。成為咗佢小朋友嘅班主任之後呢，就可以見到佢對於英文係比平時更加用心溫習啦，同埋有明顯嘅進步。咁都可以見到你呢喺教學上面嘅用心。小禮物更加係令到佢嘅小朋友呢感受到被重視，希望呢可以同你一齊度過嘅返學日都係開心嘅一天。跟住係2B 班嘅李修宇同學嘅家長寫俾麥老師嘅，咁佢呢就好多謝你對修宇嘅愛護啦、包容同埋悉心教導，你係孩子心入面嘅好老師，為孩子營造咗一個良好嘅學習環境，亦都好感恩老師嘅默默付出，多謝你，祝老師你步步高升，生活愉快。3A 班冼晴嘅家長呢寫俾李子瑩老師。佢多謝你呢可以理解小朋友嘅性格啦，同埋顧及小朋友嘅感受。你係一位好盡責嘅老師，非常之有責任心嘅老師。喺呢度呢，就想表示最誠摯嘅感謝。3B 班嘅林日希嘅家長呢寫俾董老師嘅，佢多謝你用心教導日希。日希嘅英文進步咗，佢好中意上你嘅英文堂。繪畫方面呢都多咗興趣同埋信心。多謝你對佢嘅鼓勵啊！3C 班嘅關詠琳嘅家長呢寫俾石家傑老師，佢感謝你呢今年成為詠琳嘅班主任同埋數學老師，令到佢提高咗對數學嘅興趣同埋信心。4A 班胡奕賢嘅家長呢欣賞陳老師以啟發式嘅教學引領孩子呢探索知識，更以敏鋭嘅觀察化解學習嘅難題。你不僅嚴謹自學，更俾個別嘅關懷、品格引導、守護成長，詩音永明，謹祝桃李芬芳。2A 班黃景德家長欣賞張啟賢老師耐心教導景德中文科同埋視藝科，偶爾呢會喺景德嘅口中了解到日常嘅課堂同埋快樂嘅時刻，希望你未來繼續多多照顧佢啊！多謝你。3A 班黃詠同學呢欣賞余錦華老師，感謝你一直以嚟對黃詠同學嘅關心同培育，令到佢懂得幫媽媽分擔家務，知道獨立完成課後作業咁樣，感恩老師嘅辛苦付出。5A 班黃子晴同學，多謝李慧儀老師，你呢亦師亦友，無論係學習上面或者係生活上面，對學生都關懷備至。你教學嚴謹，上堂生動有趣，贏得咗同學嘅喜愛，多謝你。5B 班何樂賢嘅家長，多謝林柏森老師。林老師，你嘅課程呢好新穎，我總係覺得呢會情不自禁咁樣俾你吸引住，好有趣啊！多謝你。5C 班陳希賢嘅家長，多謝蔡舒儀老師對孩子嘅關心同埋愛護。我哋呢嘅家長呢深感欣慰，你不僅教給孩子嘅知識，更教會他們做人嘅道理。5D 班林以晴嘅家長，多謝葉應華老師一直以嚟呢對以晴嘅關心同埋照顧，真心多謝你啊！希望以晴可以不負你嘅期望，努力做到最好。6A 班楊天南嘅家長，想多謝梁碧芳老師喺升中選校嘅分析，讓家長同學生了解自己嘅選學是否合適，亦感謝你一直都非常關心各位同學，留意到佢哋嘅長短處，讓天南擔任6A 班嘅班長。6B 班劉韓輝嘅家長，多謝黃忠林老師，你對韓輝嘅付出與關愛，每次見到你對孩子們嘅悉心指導，讓我感動不已。有你喺身邊指導方向，孩子們在學習嘅道路上不再迷茫，感恩遇見你。6C 班郭希樂家長，感謝陳君浩老師教導希樂學習。你呢善於循循善誘嘅方式培養佢正面嘅價值觀同埋態度，多謝你喺課餘嘅時間仲舉行啲一啲親子活動關懷學生，多謝你。6D 班曾子軒嘅家長呢，多謝袁樂儀老師喺呢2年嘅教導，讓子軒呢在學習上不止課上面嘅知識，仲有人生嘅指引，真的感激不盡啦！謝謝老師嘅引導。
6A 班彭浩運嘅家長呢，多謝歐老師，感謝你嘅教導，讓我學到咗好多嘅道理，使我獲益良多。2B 班吳君婷同學嘅家長呢，好欣賞鄭老師，多謝你呢對君婷嘅悉心照顧，有空閒嘅時候呢去幫助佢，令佢嘅學業成績有進步。2B 班梁卓軒家長想多謝蕭老師，佢話雖然呢今年呢你冇教軒仔上堂，但也很照顧佢同埋教導佢，衷心感謝美麗又善良嘅你啊！1A 班梁志祥嘅家長呢，多謝温老師，多謝你嘅悉心照顧同埋耐心教導，見佢學校呢快樂咁成長，一定離不開平時老師嘅關心同鼓勵，多謝你。黃雅麗同學同黃廷浩同學呢，想多謝姚姑娘，多謝你嘅指導，多謝你啊！你成為一個熱心助人嘅好姑娘啊！感謝你對我們嘅信任啦、鼓勵啦同埋幫助，辛苦你啊！4C 班何日同學呢，想多謝方姑娘，感謝你一直以嚟照顧同學，同學要幫忙嘅時候，你會幫佢哋。蔡 Sir 嘅視藝班都好鍾意啊，多謝你啊！1B 班大嘉欣嘅家長想多謝 Miss Cora 悉心嘅教導我女兒嘉欣，感恩多謝你。6B Lassie wrote to Mr. Gilbert, "Thank you for teaching with a very fun activity." 1A Ophelia to Miss Barbara, "Thank you for teaching me drawing. I learned a lot from you."哇！原來呢，我哋嘅家長呢，真係好欣賞我哋每位嘅老師嘅付出啦，同埋關愛㗎喎。咁不如我哋同學仔都一齊呢，表示我哋對老師嘅感謝，一齊講一聲多謝老師啊！準備1、2、3，多謝老師，拜拜。